你第一部用過嘅電腦係喺邊度呢？學校嘅電腦室、公司辦公室，定係屋企嗰部厚到可以當凳坐、開機要等幾分鐘嘅主機？我哋今日要講嘅唔止係惠普呢個品牌，而係一個問題：電腦係點樣由一樣你永遠接觸唔到嘅嘢，一步一步變成你生活入邊離唔開嘅存在。故事要由一個車房開始講起啦。1939年，美國加州有兩個史丹福大學畢業嘅年輕工程師 Bill Hewlett 同 Dave Packard， 佢哋喺一個細細嘅車房創立咗一間公司。有趣嘅係，佢哋 friend 到連公司個名機牌序都係擲公字擲出嚟㗎，肯定係 Bill Hewlett 贏咗啦。所以公司名就以 Hewlett Packard， 簡稱 HP， 沿用至今。後來呢個細細嘅車房甚至被視為矽谷創業精神嘅發源地。你話係咪好巴閉呢？當時嘅第一個產品唔係電腦，而係一台聲頻振盪器。佢哋第一位大客戶居然係迪士尼工作室。呢一台聲頻振盪器就係俾迪士尼用嚟製作動畫電影幻想曲嘅音效測試。去到60年代，HP 開始涉足更強大嘅電子設備，其中一個重要嘅里程碑係 HP 9100A。呢台機器好特別，佢喺當年被稱為桌面可程式計算器，但放喺今日，咪就係早期嘅個人電腦雛形咯。甚至喺1968年嘅廣告入邊，開始出現 personal computer 個人電腦呢個名詞啦。80年代真正走向電腦市場，1980年 HP 推出咗一部 HP85， 呢台機器結合鍵盤、小螢幕同埋儲存裝置嘅首款 HP 個人電腦，同時具備同其他電腦溝通嘅能力。跟住1983年 HP 再推出咗 HP150 觸控電腦，佢係一台可以用手觸螢幕操作嘅 PC。喺嗰陣時就好似你睇住 Iron Man 用全息螢幕操作一樣咁神奇。而且 HP 喺印表機方面有突破，好似 LaserJet 雷射印表機嘅問世，都直接促成咗整個辦公室電腦設備嘅生態快速普及化。1995年 HP 推出咗 Pavilion 系列，正式進軍家庭電腦市場。呢一台電腦係專門設計俾普通家庭使用多媒體 PC。而家電腦唔再係科學家同工程師先至會用嘅工具啦。到2000年嘅千年蟲年代， HP 有一個關鍵嘅轉捩點，但係大家就一定要先認識一個名字 Compaq。Compaq 成立於1982年，正正係 IBM PC 崛起嘅年代。當年 IBM 幾乎壟斷晒成個商用電腦市場，但係 Compaq 做咗一件好大膽嘅事，佢哋推出咗全球第一台100%兼容 IBM 嘅攜帶式電腦。換句話說，用戶可以用更平、更靈活嘅機器，但係又可以使用同樣嘅軟件。呢一錘直接動搖咗 IBM 嘅霸主地位。2002年 HP 跳出咗一個震撼彈，佢哋決定用250億美元收購 Compaq。呢一次合併喺當年爭議極大，有人話 HP 文化太工程師，Compaq 太商業化，兩家公司根本水火不容。亦有人擔心 PC 已經進入薄利年代，咁樣嘅合併會唔會係兵行險着啊？但結果係合併後嘅 HP 一躍成為全球最大嘅 PC 製造商，產品線橫跨家庭、商用、企業市場，真正做到從辦公室到客廳。同時 Compaq 呢個名亦都慢慢淡出市場，不過佢留低嘅 DNA 仍然深深融入咗喺 HP 今日嘅電腦版圖。2015年 HP 做出另一個關鍵決定，佢哋將公司分為兩部分， HP Incorporate 主要負責個人電腦同埋印表機，同埋 HP Enterprise 針對企業服務同埋伺服器，咁樣象徵 HP 嘅一個新階段。佢哋唔只係電腦製造商咁簡單啊，而係同時面對消費者市場同埋企業市場嘅科技集團，一邊面向普通家庭用戶，一邊走向企業雲端服務。由一個小小嘅車房整振盪器設計，到如今成為全球科技品牌之一。HP 嘅故事話俾我哋知，技術嘅力量唔係改變一個設備，而係改變整個世界看待科技嘅方式。HP 電腦嘅發展唔單止係一部科技史，亦係點樣由實驗室慢慢走向你嘅書台、你個背囊、
你生活嘅一部分。下一次，當你打開部 notebook 或者 print 份文件嘅時候，不妨諗下呢個小小嘅設備背後有啲咩嘢，將不可能變成可能嘅故事啦。節目結束前，想問你一個問題：如果冇咗 HP 最早嘅創新，你認為今日嘅電腦世界會變成點呢？不妨喺評論欄度話俾我知啦。我係 Ruko，下集見。